恭讀路加福音第14章25至33節。大批群眾跟隨住耶穌上路，耶穌轉過身嚟對佢哋咁講：邊個嚟搵我？如果唔係愛我勝過愛自己嘅父親、母親、妻子、兒女、兄弟姊妹，甚至自己嘅性命，就唔能夠做我嘅門徒。邊個唔能夠孭住自己嘅十字架跟隨我，亦都唔能夠做我嘅門徒。你哋當中有邊個要建一座塔，唔係先坐低嚟計算費用，佢有冇足夠嘅能力完成工程呢？以免打咗地基但唔能夠完工。所有睇見嘅人開始譏笑佢。佢咁講：呢個人開咗工，但唔能夠完工。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另一個國王打仗，佢哋唔係先坐低嚟計劃出兵1萬能否抵抗2萬嘅敵軍？如果唔能夠，就趁對方仲未到達嘅時候，派使者去談和平嘅條件。同樣，你哋無論係邊個，如果唔能夠捨棄自己所擁有嘅一切，都唔能夠做我嘅門徒。福音反省。今日我哋紀念洗者若翰嘅父母匝加利亞同依撒伯爾，佢哋嘅一生提醒我哋，就算喺睇上嚟好似冇可能嘅時刻，佢哋亦都堅守對天主計劃嘅耐性、信靠同忠誠。儘管佢哋喺荒蕪嘅環境裏邊苦苦咁樣等待，但係佢哋從嚟都冇停止服侍上主。喺佢哋年老嘅時候，天主賞賜俾佢哋基督偉大嘅先驅若翰。喺今日嘅福音裏邊，耶穌向群眾講述咗門徒嘅代價。佢哋跟隨耶穌，以為耶穌將建立世俗嘅權力，但係耶穌明顯咁樣表示，成為佢嘅門徒就係要走向十字架嘅道路。耶穌嘅話語直接了當，對天主嘅忠誠甚至要超越家庭關係同財產。呢個並唔係呼籲我哋輕視世俗，而係喺呼籲我哋正確咁樣去愛，就係將基督放咗喺第一位，使其他一切嘅愛都能夠喺佢裏邊揾到應有嘅位置。匝加利亞同依撒伯爾，佢哋活出咗呢一份真理，佢哋將生命交託俾天主嘅旨意，就算呢個旨意要求佢哋付出沉重嘅信仰代價。匝加利亞曾經喪失咗言語能力，直至到佢能夠再一次懷住信德咁樣講說話。依撒伯爾承受住多年嚟失望嘅重擔，但係喺主實現佢嘅應許嘅時候就歡欣雀躍。兩個人都領悟到跟隨天主係需要付出犧牲、忍耐，並且願意為咗更偉大嘅目標而放棄自我。耶穌亦都話俾我哋知，要數算代價。門徒嘅路並唔係一時熱忱，而係需要恆久忍耐，就好似建造高塔又或者備戰一樣，佢係需要委身。但係好消息就係，基督佢從嚟冇要求我哋獨自背負十字架，呼召我哋嘅嗰一位亦都同我哋同行。佢一路賞賜俾我哋力量同喜樂。
願匝加利亞同依撒伯爾為我哋代禱，使我哋亦都能夠喺信仰裏邊堅定不移，既訴說代監，但係又永遠唔會遺忘嗰一份嘅獎賞，就係天國嘅永恆盛宴。